台积电得出有员工60年来比制停的关键技术，互已经离职去日商公司的工程师，目前涉案的3个人已经羁押。中国四川有一个14岁查某囡仔，互几内同学霸凌，佮甲影片抛伫咧网络，真侪民众抗议当局对加害者的处罚伤紧，所来爆发警民冲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田雅纯。咱今日新闻头家先赶紧来关心到咱的6号国新山，也就是晶片大厂台积电逼出因的员工来落实先进制程的机密。伫咧的确有2个工程师将这2奈米制程外漏记号已经离职。去到日商公司的工程师，因为台积电内部侦测到无正常接触档案的行为，这几件代志才来曝光。因为这项2奈米晶片的技术是目前全球上界先进的制程，嘛是来做咱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但是漏涉这项机密，恐惊是会去犯到国安法，相当会当来罚10档的刑期，因为这嫌疑重大，2位在职的工程师甲离职去到日商公司的工程师，即马是拢已经互人羁押了。我们维持对今年全年营收的展望，若以美元计，台积公司2025年营收预计成长接近中段20位数。董事长魏德嘉领军今年6月份的股东会宣布营收的好成绩，尽管大工大抢台积电在半导体制定有领先的地位，不过即马所爆发内部技术漏泄的重大事件，根据日本媒体日经亚洲的报道，是一群员工涉嫌在任职期间违规摕到2奈米的关键技术。比较关键的是，他会不会去改善对手的良率？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对手其实并不是他没有先进制程，而是他先进制程良率太差，长期来讲对台积电的影响就会比较深远一点。针对台积电营业秘密红头贴，这个高检处证实已经在侦办。专案是台积电主动发现在职的员工档案接触无正常，经过台积电内部的调查了后，发现公司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和前员工和现任员工非法取得。检方在7月29到28实施连续传达的被告，其中有3个人涉及国家安全法嫌疑重大，红羁押禁见。最终的使用者会不会是其他日本的跟台积电的同业？这个部分台积电就必须要予以防范。而会不会有一些关键性的技术，他们还没研发出来，他们就可以透过台积电所用的方法，缩短他们的研发时间。台积电真正是到日本的成本去设厂，带动当地的经济。即马根据调查，漏泄的资料疑似拢总流向日商东京威力科创的一个设备工程师，伊捌伫台积电系统整合部门做工课，目前嘛列入调查名单。对这公司回应讲，公司无做任何评论。另外，敢有重大技术红外漏？台积电是无讲，敢若强调讲，已经对违规的人员做严格的惩处，绝对严格来处理，追究到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到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甲咱台湾扣甲20%的对顶关税，这互产业界拢真烦恼。咱来看到讲，这日本是用投资美国5500亿美金，南韩是讲要投资3500亿美金，才超着因的关税降来到15%。咱若是想要达到同款降到15%，咱的经济部长郭志辉也透露讲，咱有可能至少要投资美国4000亿美金，才有才调做谈判的条件。不过，这经济部是讲，伊只是用日本、南韩来做例，强调一切拢也未定案。另外，也有风声咧讲，川普有要求咱的台积电要去投资美国的半导体大厂 Intel， 要持股49%来培养 Intel。经济业者也认为讲，咱台美的谈判，也就是卡伫这晶片这个关键。总统，关键谈判期要前来得及达成协议吗？总统也强调，采购透早出席活动。面对外界关注关税议题是无回应。美国对顶关税8月初7生效进前，咱国要持续争取降价空间。不过前一天，经济部长郭志辉去高雄主持传统产业界座谈会，甲精密机械、金属加工等等的业者讨论产业的对策。针对争取税率降价要付出偌济代价，郭志辉以4000亿美金投资的金额做例，引起关注。因为我们是第三个谈的所以不是3000亿美金或者3500亿美金。都应该都打出来，4000亿美金，4000亿美金，你是希望中华民国政府对投资，还是按民间会当筹措4000亿美金下去？
4,000亿美金关键的数字，互外界认为是目前美国要求台湾投资的金额。不过，经济部驳回讲，郭理辉书当时是激励说明，以日本甲韩国进行投资美国的规模来推估甲参考，并不是讲政府已经有具体投资的承诺，或者是正咧进行相关的谈判，请外界唔通过度解读。金额就是不晓得他要对照什么啦，巨额投资大概就是难免啦，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追求这个15% 的关税的话，那大概也就是说参考这个日韩的案例，大概也是必须。那我不觉得美国会让我们就把台积电的这个1650亿加过来。目前台湾投资的条件也无明确。美国阿拉斯加州长丁利维最近表示，台湾按算采购600万吨的天然气，会当讲是历史上上大条的订单。有风声讲，可能是台湾要争取降低关税条件之一。针对这点，中油表示，相关的采购甲投资案目前正在推动，会争取伫咧合理的商业条件之下来掌握。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届的吉达格兰论坛今仔日举行，总统赖清德伫咧开幕致辞时阵，英国的前首相强森嘛有来到场。赖清德是强调讲，咱政府会维持现状，确保台海的和平甲稳定，而且答应会继续来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因为强森是批评中国一直用军事咧威胁恐吓台湾，呼吁中国就唔通用武力来进攻台湾，也期待更较侪欧美的国家会当选择表态甲台湾徛斗阵。你好 ，everybody。你好。先采用单语问候第拜来台的英国前首相强生受邀参加凯达格兰论坛，甲总统赖清德互动热情。暗7月时阵，罗总统特别讲到，江振东、强生2014年出版的回忆录，对乌克兰、俄乌战争、印太议题观点，致辞时表示，政府维持现状，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各承诺继续提高自我防卫能力。We are continuing to reform and invest even more resources in our national defense. Next year's defense budget will reach a target of over 3% of GDP. As China intensifies its pressure on Taiwan, I hope that we all, the West, America, the UK, all Europeans, will have the courage not to tiptoe away, not to be cowed by our desire to be deferential to Beijing, but to stand with Taiwan and to deepen our economic partnership. 俄罗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强生过去虽然自称是亲中派，不过这摆典型挺台态度，批评中国霸凌台湾的行为无正当性，发现欧美国家应该明确表态支持台湾。互外界形容是英国版的川普，强生也对这摆台美关系谈判提出建议。Here's an idea. What Donald Trump likes is deals. Come up with a deal. That's what I'd say. I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is fundamentally a big supporter of Taiwan. I'm sure of this. His presidency is going to perpetuate a free, democratic Taiwan. 强生认为，就算川普对台湾维持战略模糊，不过伊依然维护自由甲民主。佮强调，英国甲台湾共享同款的价值，两国政府应该共同合作，继续深化经济友好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咧中国四川有一个14岁查某囡仔去互几人的同学霸凌，那是家人的这3趟吊为咧拍，而且佮甲这画面传起伫网络引起争议。当地真侪民众是不满当局对这加害者的处罚伤轻，去向市政府来抗议，结果大庭警员来强力镇压，而且佮爆发警民冲突。17岁少女洪碧咧烫顶关衫，或者一个同岁查某学生脚站手目，加害学生甲拍人的影片发起伫网络，佮讲毋是无入去过警察局，一日就出来，无得惊人报警察。这个发生伫中国四川江油市的霸凌案，互全部市民拢真生气。江油市政府初时表示讲，今年7月2日下晡，细老的学生和细大的学生是发生纠纷，细老的学生找2个查某学生做伙甲拍，造成细老的学生头皮和2个脚头躯拢有真侪刺伤，经过鉴定是轻微伤。3个加害学生送矫正学校，也是批评教育。当地的人讲，受害学生的妈妈是听袂到，和无法度讲话的人士，查某囡仔常常互霸凌，而且因拢认为讲警方的处理伤轻啊。因为安尼，一大堆民众初时伫江油市政府外口在抗议。是不是要国旗的？是不是要国旗的？
围观的少年人替声援的负责人在讲话，但互警方强力压制。到暗时，还有几百民众，警方分组来驱离，引发冲突，有市民因为安尼受伤。下午半暝3点，街仔路拢甲清空，但是网络流出一段影片，警方用催泪弹来镇压，有人喊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但是目前阁无法度来核实。但是因为市民抗议受伤的人数，外传被害少女失踪，无搁较侪说明，当地已经要求中央随介入调查真相。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拄啊宣布要甲印度扣25%的关税，即马随过来批评印度甲罗西亚买石油，所以要大大增加印度的关税。而且川普最近也调度美国有2台的核动力畅水艦要愈挖进罗西亚，那罗西亚就呛讲因无要搁继续遵守禁止部署中程核飞弹条约。美国要求罗西亚停火后，但要8月7日最后通牒就要到啊。川普这礼拜个派出中长特使维科夫访问罗西亚，暗过罗西亚乌克兰战火无平息。3罗西亚搁来轰炸乌克兰南部都市尼古拉耶夫，造成7人受伤。进前要威胁要对罗西亚刺激制裁，川普已经开始将目标指向印度。राष्ट्रपति ट्रंप के मोटो मेक अमेरिका ग्रेट अगेन यानी मागा से परिचित है。今年1月，莫迪伫川普上任的时阵访问华府，这段发出要甲美国斗阵伟大。不过，智库专家表示，其实美国是印度第一大出口国，不过印度连美国的10大出口国拢排无。The size of our trade deficit with India right now is about 46 billion, which is larger than our whole export size to India right now, whereas India exports twice as much. 原本川普已经予印度25%税率，测试一个伫个社群平台铺文，批评印度一直咧买罗西亚石油，搁准备摊出利润，显示印度无向伊偌济乌克兰人，互罗西亚战争机器杀害，所以川普有个要对印度大幅提悬关税。其实，川普进前都已经提出要对罗西亚进行刺激制裁，不过莫迪也是无下令停止买罗西亚石油，就算把互川普看作是天然的盟友，印度依然挡不了美国连续动军。就伫进前，目前罗西亚总统即马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的麦维德夫，伫社群平台甲川普逼战。麦德维夫甚至讲到苏联时代核保护系统死亡之手，因此川普调遣2只核动力畅水艦，搁靠发现罗西亚。爆破冷战以来，美国总统的惯例，第摆公开将核畅水艦的部署，搁靠发现罗西亚。克里姆林宫是真谨慎来回应。Конеч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вс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весьма и весьма аккуратны с ядерной риторикой。佩斯科夫阁表示，总统普京立场才是关键。表面上看起来是避免能够核局势升级，不过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罗西亚外交部测试向宣布要搁遵守中程核飞弹条约。这项1987年雷根甲戈巴契夫签署条约，禁止部署射程500到5500公里的陆基弹道飞弹甲巡弋飞弹，不过2个早已经无咧遵守。罗西亚这个公开表态，也代表中程核飞弹条约早都已经不存在。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辑。镜头转来看国内 AT3教练机，做咱空军雷虎小组的表演机已经37档啊，所落来特别改用鹰高教机继续来表演。今仔日空军也举行团成交接的典礼 ，AT3教练机是做最后一摆的喷彩烟枪场，落尾也甲鹰高教机做伙排列飞行，真壮观。帮代表咱国旗的3色彩烟雷虎小组的 AT3教练机带来最后经典的喷烟枪场，用高教机选去用大间队形喷彩烟枪场，象征国旗国造的世代传承。随去用高教机带来最后的单机性能展示，包含快滚、单机4点滚、上大性能等换万倍，大受用的优异性能。空军7号伫高雄公山举行雷虎小组的交接团成典礼 ，AT3结束最后一摆表演了后，甲用交接军机摆做伙，场面是真壮观。开歌是陆军机接受现场喝彩，也对个别10多年的 AT3老战友是真唔甘。参加14年到现在。那其实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雷虎里面，所以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不舍但是有看到新任领队
能够接续下去，让我感到很欣慰。令人动容的飞行表演都是由 AT-3型机跟雷虎小组的成员共同来演绎，这一切都深植国人心中，也让全世界看见中华民国空军的坚强实力。雷虎小组成为空军的门面。民国42年成军，要去美国参加第一届世界航空会议交流。民国78年开始换装 AT-3教练机，37年来完成238个表演，接受国人的喜爱。即马完成世代交替，也互外界期待，荣幸了带来新的特技项目。雷虎小组告别了使用37年的 AT-3教练机，接下来将用永鹰高教机接棒成为雷虎小组的第6款表演用机，也预计在今年的国庆典礼登场，向国人展现空军的坚实战力。那会承袭 AT-3相关的这个甲案的科目，然后再去做演进，不管是高速、低速或是转弯的性能有大幅的提升。对，那所以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最精彩的表演。AT-3教练机过去培育开关，是上优秀的雷虎小组，即马完美结束，荣幸高教机正式接手，代表雷虎小组加入新世代，会继续写空军的新历史。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有一个网红，今年7月时阵以上部的名义来台湾，说是翕一系列环岛影片，其中有未少翕当阵当咧进行汉光演习的所在，引起质疑，也互人去检举讲，伊毋是按照原底申请的来做上部活动。即马移民署是已经依照涉嫌用假资料非法入境，甲这个网红抓起来，而且连带协助伊入境的电商公司负责人，嘛都已经羁押禁见。互台湾街路大声响的防空警报声错一个，本名文阿公的中国抖音网情文雷在路上7月打一系列行路环岛影片。按过中国还无开放游客来台湾观光的情况下，伊是以商务交流的名义申请来台。后边的路咱们就一直沿着海走就行了。因为拄到国军汉光演习期间，军事媒体对文阿公的行程讲真侪所在甲汉光演习敏感区定他。这个伊动机无单纯，接到检举了后，文阿公互移民署逮捕收容，来协助伊用假资料非法入境的屏东某电商公司负责人，进前嘛互人羁押禁见。经初步调查发现，谢男与中国大陆某公司负责人共谋，借由不实资料协助多名入籍人士申办来台商务签证。根据移民署统计，今年1月至6月，以商务交流入境台湾的中国人有36616人，类型包括演讲授训、参加会议也是展览。以专业交流来台的有6709人，包括宗教研修、教育讲学、投资经营管理加科技研修等。移民署指出，为2024年到今年6月，无得到许可来台中国人有16699人，会持续严格审查。用不实假资料申请来台后，却遭移送法办，查获后更将被管制2年到5年不得来台。未来涉及国安案件，移民署将会同国安团队积极侦办，从源头防范，遏止不法及渗透。内鬼通外贼这样的行径，反而让我们去思考到相关的一些规范也好，或者是相关法令的一个执行，都应该要更加的严谨。学者表示，支持正常而且合法的两化交流，不过违法的旅行社甲台湾业者目前的刑期无悬，无法度阻止有心人，认为政府应该思考修法的可能性，甲国安的漏洞赶紧补起来。记者采访报道。中南部连续落大雨，传出淹水、土石流的灾情，也有农业损失嘛，拢真严重。目前是已经损失超过2亿7千万。农业部也来公告办理现金救助加贷款，让农民会当去申请。另外，即马伫咧彰化是佮传出有一位农民因为开抽水机要去抽这田里的积水，煞去电到不幸过身。救护车接到通报了后，赶紧驶伫田间的小路要去救倒伫田内底10多人，可惜到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该民众接水电作业、接抽水马达的时候，不慎遭触电了。详细情形还是需要警方调查。连日大雨产积水为抢救作物，彰化鼻头这45岁的姓江的青龙，这是中途无好到田内底开抽水机，技术先过旧漏电，互伊不幸电到死亡。这个是漏电的，是有跳电嘛？对。
新友表示，世界十8人回乡都是为照顾妈妈，即马发生憾事。老多年岁正大妈妈这亲人和亲友无法度接受，控制200连续8节大水河重创东南部，也造成部分死伤事故，饮水甲头就老者灾情，农损共款严重，其中屏东上严重。将往来拢背掉，因为往来若浸水就会烂去。屏东高树伫大水河期间大淹水，附近圳高的农田拢淹去，过半风来拢爱背掉，好农民真艰苦。我部分差不多是7成。7成大概是偌大？偌大，就1000到占700。到初5早起10点，控制200大水河造成全台农产甲作物损失超过2亿7千万，其中屏东9197万上惨重，选区是台中7395万，甲高雄6617万。各县市政府继续统计当中，面对大水河灾情，农业部也公告办理现金救助甲基地贷款等，提供有需要农民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阿俊，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